經典中有咁樣嘅一段記載，喺當年五祖弘忍為傳衣缽，佢就請弟子作偈表達見地。大師兄神秀就寫：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呢段偈強調通過持續嘅修行，清除心塵，好符合一般人對修行嘅理解。而對當時仲喺廚房勞動嘅慧能，雖然唔識字，但係佢請人代筆回應話：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一段偈令當時好多人都產生咗困惑。既然本來無一物，塵埃同鏡皆無實性，咁我哋仲擦乜嘢呢？好多人當時係誤以為慧能喺度否定修行，但係五祖最後就係將衣缽傳付於佢，因為慧能所講嘅無一物，唔係指現象上咩都唔存在，而係指一切萬法嘅本質都係空性嘅，係緣起而無自性嘅。換句話講，我哋嘅煩惱嘅根源就係在於我哋將暫時存在嘅現象當成咗實在不變嘅嘢。比如你將鏡上嘅影像當成真實，就會拼命咁想去捉住，又或者排斥佢，咁就產生咗痛苦。但係如果你能夠直接體認到連鏡本身都係空性嘅，影像更係幻化，嗰時你自然就會放下。咁既然本來清淨，點解仲要修呢？答案好簡單，因為我哋仲未認識到呢一個本來清淨。我哋話佛性本自具足，但係而家嘅你我能夠時時刻刻安住喺呢一個認知裏面咩？遇到順境就歡喜，遇到逆境就煩躁，咁樣證明我哋仲係跟住個境跑，仲係將幻象當作真實。所以修行嘅重點並唔係去創造一個本來冇嘅清淨，而係去除嗰啲遮蔽我哋認知嘅障礙，亦就係我哋嘅執着、習氣、妄想。就好似雲遮住咗太陽，太陽需要被修理咩？唔需要，我哋只需要撥開雲霧，太陽自然會顯現。修行就好似撥開雲霧見日嘅過程，係俾我哋從知道理論到證到狀態嘅一個必要途徑。慧能大師後來喺《壇經》裏面強調，頓悟還需漸修，就好似一下子明白咗方向，但係路仲係要一步一步咁走。理上可以頓悟，事上卻需要漸修。如果唔修，嗰個本來無一物，就只係一句知識，一句口頭禪。當煩惱現前嘅時候，就完全用唔上力啦。而修正係為咗喺每一個當下驗證呢個真理，令智慧真正咁穿透我哋嘅生命。所以本來無一物唔係修行嘅終點，而係修行嘅起點同基石。正正係因為認識到本來無一物，我哋先至能夠以更放鬆、更唔執着嘅心去修行。
唔再急於追求啲乜嘢，亦唔再恐懼失去啲乜嘢，只係清明咁覺察，自然咁用功。最終修行唔再係一種負擔，而成為生命嘅自然流露。我係阿蘭達，希望呢一點分享能夠為你帶嚟一啲啟發。